65镇为男人领资本欲望，像寻鸡啊贴盘肉的高上，想不得鸡啊是固定人，搿不到门浪向嘛是蛮便当嘿，想隔一道门啊，四通繁荣山，这段困难，门浪势力为吃生活，现在跌了地上好到痛哭，大门紧闭难进去，来个老中国。中国的爸爸丞相受得嘛，伊阿妹一个上来，开始么受的真理啊，丞相个种四千吨板啊，40吨板，要吐晒脱，都远为相府，到了，听见哭声，耶啊！一毛么相府门口，大概特饭，隔壁位置来了呀。我这来的，啊呀，特别那特到丞相府，特地过来，等你讲自家人进出了，最出门的不最入门，特地过来，哎，你这个乡村妇女，怎么在相府门首哭哭啼啼呀？是，娘娘一口么来个来中国，哪些的么son人。杀得娘人，再杀得娘衣裳，清清洒洒。我的是谁？原来相府中国。大家适合吧？晓得我来中国，我汉语我也看得出。是啊，相府门首，怎么允许你哭哭啼啼，身后腿一痛？老人家啊！我有事进相府，责任我家继父。能让人非得不去通禀，反而将我打脸下来。所以这次得可呀。这两个门上人来盘门的，这不你嘛拎不清。你要追这门玉门，等到大门口个，搿门浪发作新官，你高兴伶仃的进去，不高兴收的，但不人家做啥？相府老人都蛮多个，搿么那个公王爷们不是做点啥个，还做些厨房间的厨子事务，还做些花园里向种花草个，我来帮你忙吧。你的干部信任民罪，做好差事的。谁是老相？破！好，老像发人证明这个特殊相的，开头红毛，哈气大不服着你想呀，吃头挂的，有些的下一来，想啥子？手浪东家等我讲起，祥林镇上人家是一个古王奴叫65镇，刚刚手浪起来辰光提醒我，叫我明早去追一追。好，阿位来就是纪小姐，不可能这样别叫，我得刚刚忘记脱。那如果是小家的不得了的，老长的灯光呢，相依神真与我。豪门怎能猜？是他好比其实容对，
身的双胞，这张面孔了，等于死脱个小姐，我认为。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几小姐嘛？我看面孔，你刚刚升到的对发蓬松了，那么牢牢的当作军人，要忙你吗？给我擦一擦眼睛，向西看。真好比我家风筝小子的亲儿几个面，也好比么家书为文他上门来。那我讲小姐怒气之人有谁个？啊，老地我人好在东家小姐那过来了，拖好来拖一炮个。我们自家晓得。想要是我好，从来跟你讲分别过错了。今年60岁，以为等我做谁的？后来那么只好做饮水的。我一想今人不够实，是一番这老奴气质把谁命？对，我这去的白夜里放苦事，我要恳求起呀真发大恩。光了，那么现在定要紧，不要么拖，要么接得来马上取下来。现在总要问一问，请问于你，怎样认识相宜，怎样待得律己，讲得清楚吗？老奴这可通报。哦，兄，娘娘想为何？拖，看子两句了，留下来门在。这不拖两句，不就是你一嘴里吗？那么这个三我这个把切给，你门单总归讲得清爽。老人家，坐。欲速不拘，立即听令。老奴洗耳恭听了。
想你真身的模样啊！相爷们。马有点就是余生讲得大地的相爷们，为得真的呀！他脸上是滴滴马背，我看得见。对老奴一看，一起看来。那么双水要进去过来了，东家的么子看到昨日退缩，丝毫不错。像也讲个，凭牛肉为凭的，这要打进去。有时候要哇塞，特不得了，套一套，大声规矩。别在这哇，公主既小既灵门，老奴过不得清哎。罢了，放在老奴身干事，总要小鸡开恩。遇到是不知罪不认的，东西小鸡，说是通兵去。走，小鸡稍谈片刻，老奴去去我来，哈哈哈，开心。来来的也把这看见小家，旁边只来的，包不住么个。是咱们深山过台湾门，要进大举忘记他个呀。你像一个渔民，一个江渔民，包不住嘛是看不起。总当子小家乡下的来，穷不穷规矩大买的不个，总归送的啥个礼物来个，忙忙过往呀。大概不总归鸡蛋啊、炒米粉啊，对吧？那个么子，打进去吧。跟他门门清爽，还别门得过，在来老来旁边总管理。来的打来的一朵跑嘛，落手正要沾水，不是我个，来的正走之外人，一句这门的也不举前门。当，这门而进，对进来，对到大天津王镇，听到来嘛，东家什么了？固定人就是想第二四张盲包，分第二学，诺大为要什么人中间，不比三只靠背与三位夫人。固定人老婆三个得了，说不定不叫辰光，对，计划人话按我杀几伙人，那还几句这个，大家身体好吧？配得两句，老的在来面放桌地上一摆，牛肉呢拖上去，小上来，哈哈！恭喜相爷，贺喜夫人，我家小鸡来了。啊，夫人也要好个了。对奶奶妈妈说的来婚特个在，
农在家洗头这一年多都是三家来着，也没得把那个出来我。此话怎讲？要紧讲出头个事，哎，分讲清爽的，不是旁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弟，乃是机器见到了。哦，机小姐，那么技能啊？对来侬你妈妈你啥辰光人个技能来讲？哈哈哈！够令人开心。哎呀，想不到侬我的寻我下来的，根本说说我分讲我是够精神了。我这是姓高，慢慢就进来个。你哪晓得我身份呢？他觉得奇怪。来了，你牛肉拖上去，看他工作不错，他一他好。讲不讲小听，清明人那个跟网路，因为我外出来了，清仓等我马上手入动身。你弄的事体来不及讲本多听，现在我人家刚刚手停来等个，嘿，发现我不个弄得死他个弄活龙活鱼，哎，我隔壁你死他个弄多脏，福星啊，哪好，碰得33天，懂礼貌，温柔大方，样样都好。老老的在不必听说是啊，小姐不错啊。这来要真拖上来，上面那位礼物，是啊，小姐果然小人，鸡蛋炒米粉，想必是这些东西小件太师，大概个点么子向我头来，一般再是出么子嘛，千里送我们呀，礼轻情分送呀，旁边我头隔了一些啊。跟我老不开心噻，你多少是亲事啊，看不起我个侬啊，意思当中别家伙鸡蛋炒米粉啊，神相夫呀，送我做么事来？干么一家今朝侬出子上门，让个别窝头等白发过带侬xử理，表示我欢喜的，我得冲的，我慎重对待。人家人生一单单送得来，我关照还出去。今朝鸡蛋，我关照一品王凤大夫人亲自我来收。慎重对待，我们这一家之主，我表示欢迎了。我对别人不够势力的，我侬重呀。大夫人，老相公，人一番孝道。是啊，时日不宜，你要亲自水下，少劝老夫要出地。来了，你咋面孔一本正经那口呢？是啊，请们老夫也吃对了，晓得个咱不你别势利。哎呀，老奴人啊，你也想得出，你们还为了势利呢？杜夫人神容易这么大，搿咋来这带水里？因为上头有块布做么海呀，还是很居心，稍微掀开一点点一口嘛。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像个鸡蛋炒米粉，里向2只鱼饼呀。哎呀，像农村这里的落水了海哇。那人家刚刚来不2只鱼饼已经偷出来个这家，哎呀说错，各种老妇人啥个资格了海，老乡要一直不开心，死他这个人了，那现在好不容易技能上门里开心的不得了，去说错这个面孔好像落不落这个，老实讲一毛一个开心也不容易，各种鸡蛋炒米粉嘛，一份啥个名贵么子，相府里向一几货，等一些3两只水铺鸡蛋带不来了的吃。老农人开心呀，鸡能送得来个，上头也不几人个了。老相公，果真是鸡蛋炒米粉，都是他，这个不记得自己晒的还个种。水下，那么关照老中国，希望该准备故意，打开正门，为处处当当，隆重礼节，关照挑选30个屋头。各个农庄员们叫滴滴，面孔瞪瞪呀呀，打开正门，这小姐进府，拖就那是不得了。关照门廊打开正门，吃东西要吃当当。关照厨房给你准备小菜，关照总管了他不挑选30个卖相。面孔要不要煮个？到外头这些家，啊来不一张面孔挑，那么了总管了他不是你到大家看吧？像富郎几小姐来的，关照接待，面孔要不要煮个？自家有手，自家张面孔挪当着走出来，有种面孔不要出来意思。红山鱼面孔叫为西瓜子面孔啊，
吃不了起米苦嘛，自家又说不要出来。那么有一个人问自家没等样个，虽然谁的；有一个人问我不知道吹吹手；有一个人问我说打不打个。米枪吹龙30个，上嘛那戎装一百，他分第一支嘛，生拉寒地无有么基地扎啦，出来几十万。这一支货纷纷他原该1块黑1块白，这个农户地里买不这个士兵哇。也是个嘞，谁我不那个黑布呀，吹得来快点快点。哪能经常来不及走？现在讲口上去还是经理下来的。没哈子，没哈子还是那个不进来改。总是哇。在王清国去写家哇。那么东西的问你想要个技能，别家没不为过。现在到这里我都结果得了呀。你别说过，是不是也别面的呀？我的要别面的，儿子。没这个对的呀。到头门口的张忠谋为罗龙金宝4个门龙两相在内，大门堂堂开，压声水动，炮声沥沥。我的灯标哇，涌到东门口嘛，大家的目光看得没有？他的手摸对那个没方向，来起来热混了人，想不得什么了下头呀，谁往谁头看？哎呀，硬3不个来，吹没吹得来，人家不来个了哇！不过想想那对个，总归你。我对去睡觉，对，从不记得睡觉等我对的孩子。哎呀，你看见门廊下拿，哎呀，一个干活不完。哎呀，个张总正在背拉完，4人7、3万当啥谁？干活部什么这个门口，身上下把手也飞出来一关，飞到谁家身上下会来谁个啦？没得完。张总，妹子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人啊，是得越吃越走在啊，莫羞羞，对吧？今在几岁家来领俺听见了。我晓得的呀，你晓得个？我们不是打开正门在这里等吗？打开嘛正门的，干活部守了门口，是那下我做的也是，谁家来子嘛也配得家。这个女人有神经病的，有神经病的干嘛摆在那门口子？刚才被我打下去了。俺在锅里去。我来。哎，罗根棍子也来的。哎，我们小姐马上进府，你昂里昂上单站这个地方还不跑开啊？是。不久又要打了。我有娘娘一下，一眼大子。一本正经开子正门出来去睡觉，看见这睡觉也赶过去。那么寡人不吃眼前亏，打里唔杀路手的，等待来中过来子再说。娘娘眼睛上立起身来嘛，最大对你稍微有一点点。这样下头把臂也杀头的呀，身体受定。那中国出来的啊，姊妹们。哎，那爸爸，你们倒快得很呐！哎呀，没怪这话，这些家没有快点，你是动作叫我说撇的嘞。现在严重性说干，好。哎，谁家呢？谁家呢？门口这个乡村妇女呢？啊？这个干活子。说话当心，这个人呢？干活不？哈？不能张中狗头子。那么也是啊，一本正经狗头子呀，有个为好。那白话弱的，那么小姐太太官帮小姐扎住的面子，他虽是我家妻子。什么的？这个给你谁是你小姐啊？根本你拿这地方说给你。好生大胆。阿姐啊，谁是你？输你们势力的嘞，干活，把什么也逼出来。谁是小姐啊？几小姐啊？现在我们的小姐。只晓你们这辈丫头凭着实力得很，得你乔装改扮，死透你们的。真的？哎呀，那么也是这没法你。为两个我的到小孩子都到上当了。那中国人硬扎的英文，你这不别家子文，还分听几个文。那了。最近我都用市场采访，他们不写家采访我的管。这个了你不？还有个实力部分我的改买起进到给他来接，特别城买海大，原来是小家旁边的新房，自家小家洗脱的呀，那个计算这么蛮好。那么过来夫妻来，现在辰光上来嘛，张忠谋关结婚，要进去我去办的。张忠对三高的妈妈、爸爸妈。好的，你身材上都差不多的，对表抬起来，让你看不清爽，混得过么混不过么，一人总是一人当。自家的打上来，小队在上4个门童口头请安，对起腿来，也喜欢抬腿了呀。小队在上我们不敢抬头，明儿等对的，不能抬头，他有的不能抬的。是。我谁是例外？
搞着侬我一棍子打下去。那么阿爷这里斤斤计较，个当然三家不为，但是我讲得也讲两声，相夫呀，你看这样势利的，真叫得罪我得罪这病人们，对伢个名誉不还听过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家里很穷，从小就没有名字的。也是了，穷得来名上不个，血压后事。我对得你讲，薛家，你就让薛家有来后，不理哪位公管？是，你叫张忠呀。哦，小弟我再干完事。张忠，下次不可。搿种小姐好了，下次不可呀。下一讲，那么忙着里向来，跟我盯着个老妈，你可今朝侬先说你呀，还有碰着三发一群狼狈，身上我里又出群狼，血迹斑斑呀。哎耶，跟我盯着眼脱个人，现在辰光可里打上来，小姐请安吧。是，女儿开机之父大人。为啥这样狼狈？为啥碰头三把不停歇在那里？现在笑嘻嘻，几女儿相杀为福了，来罢了。对，提供三位娘亲，三位夫人说对，三个才是娘嘞。即三位母亲有女儿杀礼。大家过来努力夫妻来关照亲手们，一直说不定关照第二的人先请我，并且再派的老中古登班，男个先来打个头，还有户外家长，包括厨房间里向，通通晒出来，听到了，要全部听到人的嘞。老头子呢，没得劲，晒他口头请我啊！娘娘那么弄不落，这样声音举了个地上下呀，根本唔少弄不落啊！罢了，我的委员举了。杀亲临杀，穷得来哒哒地来呀！可哪是发现该搞这个面孔，这个那个，哈，夫人也要急个了。像侬现在乡下的不懂规矩的，根本连谁啥罢了娘非这里都不得起来过。对了，侬妈妈阿会吓昏他个，哎呀，我来谈事情。搿不过了，在高县妈妈啥家侬吓昏侬东哥对的，搿上罢了我来不好害个，每人领少，每人几天，你拿不出呀。因为懂了呀，不懂到味道呢，罢了，不服个，不懂个在困难，一点也不服。哎，谁是懂了伤脑筋？那么过了像我不能落场，下人们听了，小鸡双十，每人2两银子，账房拿去。所有小鸡拿出文银一概不许水下。这个钱为啥呀？什么一个我摸出来？大家心中有数，叫等你拿铜钿嘛哈子，下一家小家把的张王给你拿铜钿，男我进女的来，中国了他不打的，然后你肯定没得肯定大家肯定啊，那是不好在东个在，一样我不漏啊，要拿什么我把拿什，罢了，每人2分银，杀亲张王领去。这个人家才给我一个人得胜。东高小家来是呀，那么要守正定港有我们何为在这？若守正进相府，总算看见鸡呀，真相府的呀，等一人走的，得蛮兴奋。过过来慢慢弄，我地址啊分流哪会得来个呢？城门看见，子里看见，那么进相府来帮忙那呀啊！心里想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哪道理？他在群上血迹斑斑，狗也一份来，还为夫妻形象么当相当，那么停歇再谈吧。那么让你想汤没药。面孔老出么咔咔清爽，那么前面上像是我来么像样的，那么代代家长，随着鼓掌登班来抽香，这些固定那个男那这个样子，都不是我师弟了，还是旁观不雅的。那么是到上头去想汤没药，
我过了3个夫人得来，谁没高兴？虽然嘛，韩团比较不穷呀，这米家子啦，的确没讨人欢喜。实际上你自家死脱个男人，蛮兴奋，一头上去陪男人上去化妆，3个夫人说大家拿个么子出来，表示同样欢喜。因为男人第一趟进府呀，表示人公有看法，好在老李个既然么得蛮热情呢，还有呢，搿么讲吃讲，同地才不是个拿眼出来。那么大夫人说不要重复，团上个么子才怪我插档，二夫人么怪上妆，下团么才怪3夫人，是大夫人心里想想，我一品王风，团团了石龙里，风团阿拉团上针织插档，就两衣裳不是弄的，还有我各种纸在里插上去，插人工的纸头。不是六个这个纸的啊，纸个团面啊，搿忙上去，团么是我送啊！搿二夫人心里想想，搿是我还好搞点交团，衣裳浪向纸，兄弟们得里当里养民纸，夜里向上得点灯啊，这买卖便当，那中儿里子才蛮欢喜了。那么到上头香汤沐浴，一天灯在书是一样。浓妆当扮，兄弟用青铜镜一照，像天线，搿样么子唔办我讲，搿行团包上去，一化妆么是不得了，春梅海棠2个窝头，那一化妆像国去金的当扮嘛，高你像我你死脱个小家子，季小姐，那你自家青铜镜里找看呀？这个心有万万，娘娘辣镜子里向这不真个自家夫人的自家子，刚真是闺蜜碰对。那现在一打扮，你看呢？叫啥科技子啦，促进生财。对两屋的妈妈，你都真个当上我乡下人了。我屋里向是何出生呀？爷娘家做过的，男家也是做过的。我男人现在叫林志文，实际上想欣赏叫上子坟，是上高将呀，上高将后代，不继承所害，沦落山林村。现在看看青铜镜里向，我得恢复至原来的装束，像个三国千金。想了这男人了啦，改了里向去冤枉官司。心里想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难过。但是再来，眼泪不让流下来。不懂呀，还是新衣裳装了难过啊，旧衣裳舒服啊，那我都不开心。姐姐啊，这眼泪哇，还是小我的，等那死的辰光，边挤边痛头皮噻。像小奴才，边痛头皮还要哭了这个，不是的。3个妇人在那等着。姐姐啊，到底想去见3位夫人吧？是。眼睛上过来嘛，眼里一，女儿见3位母亲。65针打进来走2步路了，到夫人进来，就是乡下人，八福路人上朝地。小姐从的辰光60风纪辰光要温润了，走2步路，乡邻人要发路。清唱，像铜匠对人家要有功的一样，心灵哈拉不来，看到没灯呀？大夫人只看头头，不然好死人不管个。二夫人那老忙中途，3夫人也想给我上水花啊，子自家亲自做到看不见，大家还爬的那么亲手。刚刚我的报告小姐不开心，不满意。现在的确眼里汪汪，泪痕飞过，个分塌之啊，眼里下来了，看得出有泪痕。说不定，看你陈道队的确出尽面头，一点眼里汪汪，啥意思？10眼中行里砸了我眼里汪汪，人家激动也来不及。啥意思嘛？大夫人瞎想，大概侬今朝来过夜分一道来。啥地方人人双双一道来呢？
侬屋里穷，那么总晓得人家个也是固定人啊。大概屋里农家，乡下人欢喜造房子的，造房子造强脱的，穷爱团村，还会想家两的，那么姑也不好意思来了，就搞下来家的农地。那么你们出不去上门，一开口他开不出，你都对我们这样客气。他进来马上家中里去啥？那么农家戏，为做起农人面前唔高的，是不是眼里望？搿么话应该想着的。刚刚听到了几个里几米的分不下，都不对几米的。搿么呢，上得来开口家农，不好意思开口。让你高高兴兴做戏，那么所以谢谢女人啦。是母亲。初次相见嘛，为娘伯伯礼不相送啊，见面的呀，那。为娘是么细细，玻璃要送红红转，我送你名字20口，再送你黄金300两。送你四金3厅，一手个小房了，你们小丰收无好过时光。许下，哎哟，到底一品王风，这个趴位来口呢，见面的呀，也送这个新的嘞，房子这个都一个子住了还好过，没三个人住来没别去搞哩。老人家是有往昔日，可是没人我也得去说。想儿子老人没也不还讲，但你娘讲不用人呀，也看见这衙门还生有啊。所以小么来小，面孔老下不善意，都是大吉。对你夫人妈妈大概一比特色呀，你家的交流，那么你夫人想。我不来说，想大计，乃是顾家的女，为娘三家女儿却平上。你夫人我里想做生意，还有。小本经济，结婚了，地开到那还么昆山开起开到苏州、常熟，回到上水，打到南京。啊，开计划地么大概总地200万，身家过来好像500人玻璃，要反正送他200，我送你东二高。1万水不地，在西家1万小地张，古在地谁不长？送女儿来做事帮。哦哟，娘娘在哪是才有在？一扎衣裳的水布地，运动的么鞋装。连他西子下来，古代的谁不对来送不了我给，通通在一个走啊！唉，这哈肉娘，我是在那想男人苦难呀，都是何惧么？万法无心，那么三夫人也苦难着哇？三夫人打过来，妓女呀，小青哦。你是农
家的女，我是太白改，还是像我姑娘？那么实在三夫人就客气，三夫人讲，三夫人我大地去。我们少于今人来送红砖，我送你丁女20对，至于那一个鸡呀噻，这样老婆一个现代人心不好。哇！昆山洋上屋里多个，洋上屋不难，五星火花呢进吃，头上好高的再大没得关系，你吃不来。回来，再送你2米300枚，必须走你我家。二兄，水下谁子比大地知呀？你像个娘也狠，哎，不过不是的呀，为子男人呀，管不吃，但都管不用上，半夜几点来的嘞？都是谁寂寞？豆腐人想看上去讲人家300来的也满意了，没结婚的人，我的来了，是兵8-3位夫人，牛做的鸡菜准备了。哎呀，实在，把了落地在听，亲自夫人吃饭的，我的真的，就堂里我的吧，先听浪向，把火听，那么前面浪向再等农太太，我里想发生啥个事体，看上去不开心吗？总有事体，吃了刚刚吧，那么到我就大家锁定，上路2只靠背。给我盯人，豆夫人，二夫人、3夫人嘛，65正总归是少不为止喽，说不定嘛烂本啊，你错啊，那么给我盯人分来了哇，定些几清哈的，你先吃起来，啥天呢？给我过了进来子嘛，你说来是，听啊，有种了。我里想，搿种自己做实事体了，杨梅郎不好讲蛮多的，娘们才好问的，哎，也热闹了，有种闲话门不出口蛮多，所以娘里定些进来嘛，你先来问看，啊发生啥事体？夫妻那里到底呢？哈，香菜跟样鸡到鬼样，香菜旁边的里把只空屋。3个夫人在上见过去只不吃不高起来，像文等等人家说啥人？原来容易岁岁，都是母亲。吃不落呀，男人那些有话不是，我那些山珍海味，衣不落魂。这估计一样香菜来那送上来，我都有的那旁边为也太黑，加热了呀。他可以才给谁家一样谁他们啥么子没吃啊？谁家一样谁他们啥个名堂来吃啊？为了垃圾嘞，几不落个字，但是后来送上来2样咸菜么，老手真爱他，一样叫耳聋腔汁，那叫耳聋腔汁么，实际上是2点素拌了海，当中一只蛋，耳聋腔汁，看见有点黑蓝蓝的，还不够吃。唯有这叫猛虎下山，实际上嘛是一只太慢，30的还得不得了，更是香甜，嘴里向后一只肉来吃。呀，娘娘看见这张咸菜嘛，一人难过，这个心里向了一飞，眼里的拉下来，满足来吃，这张满，而且满天后啊，来吃不我3个人吧，这是兵部公子呀。也还一个傻姑嘛，真是一日非战。可是看来我个男人凶多吉善，小伢子也是样哭，不过今朝这个客气对我这个喊我往那哭出来，出眉头一关，眼中眼了么一口气不来着，但是2只眼睛望向头背骨里向一切么，
夫人为了急了，女人啦，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千分钱他觉得起，你那个穷心用我吃嘛，分一我去再十进去，根本都别了噻，发觉了这个，哎呀眼了，好，那是我都要抢发路的，我有时间发觉这个啊，三七该说想呀，拉对发个拉对发，看人中，到温开始火药炉啊。我的等边上并不想要呀，对，别想呀！固定了那灯，等我喝脱药，下来这么实在对。哦，哎呀，这样都是的饭子呀，谁家觉得吃罪？喝药喝得辰光长么吃不消个呀，药室里闷个呀，只要发觉的，真呀，滚去！那好孩子有买，谁家不知那摘金子？你是口口是编织的来，这个仙女下凡，谁家不甘心？不给绿眼里，原来夫人门嘛门不出啥个名堂，几位面朗向叫谁家亲娘，这是谁家非得夫妻们突然之间，谁知觉得气的呀？那让吃啥？啊，弄我关在外头呀？搿既是气宇之理嘛，不是讲吃点么子啊？理由欠缺，我们一家之主做啥名堂？搿种才是小事体。但是呢，我得吃我得发觉的，要么有两个卧底等白领不去，总来介绍小菜哇，那搿张小菜啥名堂？价钿大个，你想我你吃不起个，都不吃掉啊？要么啥么子？实际上吃了老师也觉得奇怪。到底下再讲，那么可不定人，林一林之路道，急匆匆，什么你想到？一到理想。落手正义，让悠悠受刑。三个夫人稍微心停，我头两边都要看嘛，身先士卒，小姐让心出来快的。大家要人接人想，固定人把手摇摇，轻点，不要声音一路上，小姐刚刚心出来，再分昏厥不得了。你们自家过来手一入庭，无为啥弄？我刚刚来不及在那讲站。那小人早上见面，虽然是穷嘛，清清爽爽。阿姨说到城里来忙姑忙呀，非弄到屋里龌龊，弄得这个狼狈。终于事体，现在辰光发觉，是安慰一声再讲。今日后用如此伤悲，喏，终于天才大日，威风。谁一次？娘娘悠悠收心，眼睛张开来，看见自家基调们，心里想说不出个激动，而且牙也狠，门啊分门了，谁拍起胸部，定心随便啥事体，与我压了黑，我谁知眼那个举手，眼睛人实力里起来么，大衙门的嘚不上谁下跪。呀，对啊，有啊，有望。三个夫人想不落，送不来刚许多么子呢？我也还有望了啊！眼无住在顶娘娘，金玉儿，你是为后事啊？也对叫居民有望，哪个固定人关照我的，我是要加武器来。有闲话好讲，说不定米汤水卡不米，送杯茶，你讲拨我也听，啥个浪向有望？虽然我高老为乡。我受伤于世，还大补民情。那个种高上所想伊啊，都顶俺们高上谁多谁，或有滚顶背了银布的，那让我他知他是分我的大约是固定人门的高上下一代，受好了啦。一般说我们人活龙，多零讲，亚米了，上次还没个啊特别有的。妓女儿，什么有情，为无迷信？
爷讲个来，弟弟有病。三个姑娘老天，我要吃故事，我当初为之受忘子，黑起搭卜。那现在辰光，当日水果王南宋衙跑没有张恶虎屁股的跟踪，老虎的三郎们等到下头来，搿当时英勇举止大概把那华人佬，正眼等了听我去，女儿讲下去。弟弟呀，他乃是兵部公子马蹄后，上世之人不给言，便是女儿是人虽言。怒打三天身，哎，咁我也穷不穷于之气，家小岁数，我小姐一等三文，得姑姑了我的弟弟头的，打得好。也打出大路来，真记得。
定人喜欢。毛起和尚机器人为当了得，搿么过了对侬妈妈，还要把与俺们事体的，搿里重新调查。搿张军到底哪位事体？如果是犯罪的，依正大明国法；如果事实是冤枉，搿得笃定。这说是我预习，平民百姓不搭界的，还应该关照龙先生。那还只有3天，把你个时间调查你去，3天过余嘛，过也好回来。咁过了安慰啥侬，妓女儿。弟弟。各位确实欲望，待请放心。谁的狗语，定能夫妻相会。是多弟。咁过了，你起来往外跑。一夫人是来想光不来也请来吃醉。咁过了摇睡，大概分清的动气，各种吃酒小事体，帮侬办事体。那么过到外头，叫老总管跟得来，进书上嘛，给定人他张骗子，各种骗子吓人啊，种名片，大翁贴子，大翁骗子浪向最为费劲，诸人想共定神，各种公骗送到只有俺们杨廷镇吓得昏啊得脱的，各位了得。现在关照老总管送上公骗去，各定人他4句诗，3句当中有各样林子文3个是安上理想，阿么句意思冤枉也释放的意思。关照老总管，各样名字上理想，难道至于讲以相夫各样让来与俺们吃冤枉故事，来隆隆清爽。是犯3个，一正大明国法，事实是冤枉的，就是讲信说解决。海基3天，做，老头遵命。老总管拿丞相公批修到与俺们吓杀杨廷镇嘛，那么死要这样公批呀？无谓再说。开心的不得了，去说臭子的面孔浪向落不落走的。老实讲，一毛一个开心也不容易。各种鸡蛋炒米粉嘛，一份啥个名贵么子，相府里向一句话，等一些3两只水土鸡蛋带不来了里吃。让侬人开心呀，既能送得来个上头人不记人个了。老相公，果真是鸡蛋炒米粉，都说他，这个不记得只有3个海个种。水下，那么关照老中国，希望该准备故意，打开正门，为当当，隆重礼节。关照挑选30个下头。各个农庄姨们叫滴滴，面孔瞪瞪呀呀，打开正门，这是要进政府，拖就那是不得了。关照门廊打开正门，吃东西要当当。关照厨房给你准备小菜，关照中国了，他不挑选30个卖相。面孔也别煮个，到外头就是讲，俺来不一张面孔挑，那么了，中国了，他不是你到大家看吧？像富郎季小姐来的，关照接待，面孔也别煮个。自家有手，自家张面孔挪当着走出来，有种面孔不要出来意思。红山有面孔叫为西瓜子面孔啊，吃不了起面孔嘛，自家有手不要出来。那么有一个人为自家买等样个，虽然前头；有一个人为我不知道吹手；有一个人为我晓得阿不得个。面腔吹拢30个，而什么呢？戎装衣服，他分第一支嘛，身上行的无有嘛，叽叽喳喳出来几十万。这一枝花纷纷，它原该1块黑，1块白。这个农户店里买不这个士兵哇！也是个嘞，谁不把那个黑布呀，吹得来快点快点，哪有金子来不及走？现在看上去还是经理下来的。没瞎子，没瞎子，还是那个北京来改。总是哇！还是王清国去写家哇。那么东西这个你想要个技能，别家不为官。现在到这里我都结果得了呀。你别说官，是不是也别面对呀？我的要别面对，儿子。你准备面对的呀。到头门口的张忠谋为罗龙金宝4个门龙亮相在内，大门堂堂开，压声水动，炮声沥沥。我的灯标哇，涌到大门口嘛，大家的目光看得没有？他讲。手摸对了个面方向，来起来热昏了人，想不得什么了下头的呀，谁往谁头看？
哎呦，人真不个嘞，啊猜没猜得嘞？人家不来个人哇！不过想想哪对个？总归你我对去睡觉呀，对个。凑不起来睡觉等我对的还是。哎呀，你看咱门廊下那，哎呀，一个干活不哇？哎呀呀，个张总今朝别拉哇！西人吃啥饭当啥心，干活不守了这个门口，身浪下把手要飞出来一管，飞到睡觉身浪下会来睡个啦。没得哇，张总。妹子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人啊，是个越吃越走在啊，莫羞羞，对吧？今朝几岁家来两听见了？我晓得的呀。你晓得个？我们不是打开正门在这里等吗？打开嘛正门的，干活不守了门口，只能下我做的也是，谁叫来子嘛也推推家。这个女人有神经病的。有神经病的干嘛排在那门口子？刚才被我打下去了。还塞锅里去。回来。哎，罗根棍子也来的。哎，我们小姐马上进府。你昂的昂上单单这个地方还不跑开啊？是，不久又要打了。我有娘娘一下，一夜打着，一本身进开子正门出来去睡觉，看见这睡觉也赶过去。那么寡人不吃眼前亏，打里五沙路手头，等待来中过来至再说。娘娘眼睛上立起身来嘛，最大对面，稍微有一点点。这样下头，把臂也杀头的呀，身体受定。那中国出来的。啊，姊妹们！哎，那爸爸，你们倒快得很呐！哎呀，没怪在我这些家没有快的，你是动作叫我说撇的嘞。今朝运动性说干，好。哎，谁叫你？谁叫你？门口这个乡村妇女呢？啊？这个干活子。说话当心，这个人呢？干活不？哈？不能张中狗头子。不，那么也是啊。你本身就骨头人呀，有个为好，那白话弱的，那么小姐太太官帮小姐扎做的面子，他虽是我家妻子。什么的？这个干活像你真身的模样啊！相人们。余生讲得大地的，相爷们，为得真的呀！他脸上是滴滴马背，我看得见。
对老奴一看，一起看来。那么上水要进去过来了，东家的么子看到昨日退缩，丝毫不错。像也讲个，凭肉肉为凭的，都要打进去。有时候要哇塞，特不得了，套一套，大声规矩。别在这哇，公主讥笑机灵们，老奴过不得清。哎，罢了。放在老奴真干事。总要小鸡开恩，遇到是不知罪不认的，都是小鸡。说是通兵去，走，小鸡稍谈片刻，老奴去起我来，哈哈哈，开心。来的也把这看见小家，旁边这来的，包不住么个。是咱们深山过台湾门，要进大举忘记他个呀。你像一个渔民，一个抢渔民，包不住嘛都看不起。总当之下家乡我的来，穷不穷规矩打卖头个，总归送第三个。65镇为男人临资本欲望，像行乞要加盘肉的高上。想不得几也是固定人，搿不到门上向嘛是蛮便当嘿。想隔一道门啊，四栋繁荣山，这段困难，门上势力为吃生活，现在跌了地上好到痛哭，大门紧闭难进去。来个老中国，中国老爸爸丞相受得嘛，伊阿没一个上来开箱么受的。真理啊！丞相个种士气登板啊，士气登板，不要吐晒他，都远为相府，到了，听见哭声也啊，一毛么相府门口，大概他外，隔壁为这来了呀，我这来的啊呀，特别那特到丞相府。特地过来，等你讲自家人进出了，最出门的不最入门，特地过来，哎，你这个乡村妇女，怎么在相府门首哭哭啼啼呀？是，娘娘一口么来个来中国，哪些的么son人杀得娘人，再杀得娘衣裳，清清洒洒。我的是谁？原来相府中国，把他适合吧？晓得我来中国，我汉语我也看得出。是啊，相府门首，怎么允许你哭哭啼啼，身后腿一痛？老人家啊！我有事进相府，责任我家继父。门下人非得不去通兵，反而将我打脸下来。所以这次得可呀。这两个门上人来盘门的，这不你嘛拎不清，你要追这门玉门，等那到门口个。跟门上发作新官，你高兴伶仃的进去，不高兴收的，但不人家做啥？相府老人都蛮多的，那么那个公王爷们不是做点啥个，还做些市场街的实质事务，还做些花园里向种花草个，我来帮你忙吧。你的干部信任民罪，做好差事的。谁是老相？痛！好，了，像发人证明这个特殊相的，开对红毛，哈气大不服着你想呀，四对挂的，有些的下一来，想啥子？手浪东家等我讲起，小林镇上人家是一个古王奴叫65镇。刚刚
手上起来辰光提醒我，叫我明早去追一追。好，阿伟来就是继续讲，不可能实行别家，我得刚刚忘记脱。那如果是小家就不得了的。老长的灯子呢，下一神经我。不来个毛毛古房呀，大概不中国鸡蛋啊、炒米粉啊，对吧？那个么子，打进去吧。给他门门清爽，还专门的过，在来老来旁边中国里，来的打来的一多跑嘛，老师傅正要沾水不是我个，来的正走之外了，你最正门的也不最前门。当，这门而进，对进来，对到大天津王镇，听到来嘛，东家什么了？固定人就是想第二四张盲包分第二说，罗大为要什么在中间，不比三只靠背与三位夫人，固定人老婆三个的，说不定不叫辰光，对计划人话按我杀几伙人，那还几句这个，大家身体好吧？配得两句，老的在来面放桌地上一摆。牛肉呢拖上去，小上来，恭喜相爷，贺喜夫人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夫人还要好个了，对奶奶妈妈说的来婚特个在，农在家水他这个年头都是三条来着，也没得把那个出来哇。此话怎讲？要紧讲出他一个事，分讲清爽的，不是旁人。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姐，那是机器人到了。哦，机小姐，那么技能啊？对来侬你妈妈你啥辰光人的技能呢？固定人开心。哎呀，想不到侬我的心我下来的，根本说我分工我不是固定人了。我这是姓高，慢慢就要进来干。你哪晓得我身份呢？他觉得奇怪。来的牛肉拖上去，觉得工作不错，讨一讨好。刚不高兴听，清明人那个公房头，因为我外出来了，清仓等我马上手头动身。人弄个事体来不及讲本多听，现在我人家刚刚手停来等个，嘿，发现我不个弄得死他个弄活龙活鱼，我隔壁你死他个弄都长。不想，那好，碰到33天，冬天嘛，温柔大方，样样都好。老的在不必听说是啊，小姐不错啊。这来要真拖上来，上面那位礼物，是啊，小姐果然小人，鸡蛋炒米粉，想必是这些东西。小俊太师，大概个点么子向我头来，一般再是出么子嘛，千里送我们呀，礼轻情分送呀。旁边我头隔了一些啊，我那不开心噻，你多少是亲事啊，看不起我个侬啊，意思当中别家伙鸡蛋炒米粉啊，神相夫呀，送我做么子来？干么一家今朝侬车子上门，让个别我头等白发过带侬手里。表示我欢喜的，我得冲的，我慎重对待。人家人生一代代送得来，我关照还出去。今朝鸡蛋，我关照一品王凤大夫人亲自我来收，慎重对待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表示欢迎了。我对别人不管势力的，我弄穷呀。大夫人，老相公，人一番孝道。是啊，时日不易，你要亲自水下，少劝老夫要吃的。
来了，你咋面孔给本正经那口呢？是起么老夫也吃对了，晓得个咱不你别势利。哎呀，那农人啊，你也想得出，你们还为了势利呢？杜夫人神容易这么大，搿咋来这淡水里？因为上头有块布竹门海呀，还是很巨型，稍微掀开一点点一口嘛。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像个鸡蛋菜米粉，里向两只鱼饼呀。哎呀，像农村在里头落水了海哇，那人家刚刚来把两只鱼饼已经吐出来个这家。哎呀，说错，搿种老妇人啥个资格了海？老乡要一直不开心，死他这个男人了，那现在好不容易几能上门里看，是他凭脑杜转，不因为是你够豪门，怎能猜是他好比龙队，是他好像一的亲生女，是动一谋受身的双胞。这张面孔了，等于死脱个小姐，我认为，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几小姐嘛？我看面孔，你刚刚升到的对发蓬松了，那么牢牢的当作军人，要忙你吗？给我擦一擦衣襟，向西开。好比我家风筝小子的亲儿几个面，也好比么家事为问他上门来。那我讲，小姐怒气之人有谁个？啊，老地我人好在东家小姐啊，过来了，拖，好来拖一炮个。我们自家晓得。想要是我好，从来跟我分别过错了。今年60岁，以为等我做谁的？现在那么只好做饮水的。我一想今人不够色，是一番这老奴气质把谁命？对，我这于去的白夜里放苦事，我要恳求起真发大恩。光了，那么现在定要紧，不要么拖，要么接得来马上举下来。现在总要问一问，请问于你，怎样认识相宜，怎样待得律己，讲得清楚吗？老奴即刻通报。哦，兄，娘娘想为何？拖，看子两句了，留下来门在。这不拖两句，不就是那一嘴里吗？那么这个三我才够把切给，你门单总归讲得清爽。老人家，坐。欲速不决，立即听令。老奴洗耳恭听了。
了我的外语去了，色情淋洒，穷得来哒哒地的呀。可那时发现，给个这个面孔，这个那个，哈，夫娘也这个了，像农现在下午的不懂规矩的，根本连水啥八连年，非这里都不得起来过。对男女妈妈，阿会吓混他啊！哎呀，我来谈事情。搿不过了，在高些妈妈啥家侬吓混侬东过对的，搿上罢了我来不海个，每人零刷，每人几天，你拿不出呀？因为懂个呀。不懂到味道呢，罢了，不服个，不懂个才可能，一点也不服。哎，谁是懂了伤脑筋？那么过了像我不能落场，下人们听了，小鸡双十，每人2两银子，账房拿去。所有小鸡拿出文银，一概不许水下。这个千万这样，什么一个我摸出来，大家心中有数，叫等你挪动的嘛哈子，下一条小家。把的张王给的劳动力，男我进女的来，中国了他不打的，然后你肯定没得肯定大家肯定啊。那是不好在东个在，一样我路啊，要拿什么个话拿什，罢了。每人2两文银，色情张王领去。这个人家些根本一个人得胜，东家小家人一样，那么要守正定港元王何为在身？罗素贞进相府，总算看见机要。真相府里呀，等一人走的，得蛮兴奋。过来问问侬，我地址啊分流哪会得来个呢？城门口轿子里看见，那么进相府来帮忙那呀啊！心里想，弄得一塌糊涂，哪道理？后来群上血气白白，狗呀一份来。还为夫妻形象木当相当，那么停歇再谈吧。那么让你想汤没药，面孔上我出么咔咔清爽，那么前面上像是我来么像样的，那么谈谈家长，随着鼓掌登班来抽香，这些固定那个男那这个样子，都不是我师弟的，还是旁观不雅的。那么是到上头去想汤没药。过了3个妇人得来，谁蛮高兴？虽然嘛hand头比较不穷呀，这米家子啦，的确蛮讨人欢喜。实在像你自家死脱个男人，蛮兴奋。一头上去陪男人上去化妆，3个妇人说大家拿点么子出来，表示同样欢喜。因为男人第一趟进府呀，不要产生共有看法。好在老里个几年么得蛮热情了，还有呢，搿么讲吃讲，同地才不是个拿眼出来。那么豆夫人说不要重复，头上个么子才怪我插档，二夫人么怪上妆，下头么才怪3夫人。啊，豆夫人心里想我一品华风，头头了石龙里，风头阿拉头上珍珠插档，这两衣裳不是弄的。还有我各种机器的插上去，插人工的指头，不是6个这个指头啊，指个头面啊，搿忙上去，头头么是我送啊！搿二夫人心里想，搿是我还好搞点交代，衣裳上向指兄弟里么得里当里养民子，夜里向上得点灯啊，这买卖便当。那中儿里子才蛮欢喜了，那么到上头香汤沐浴，一天灯彩书是一样，浓妆当扮，兄弟用青铜镜一照，像天线，这样么人办我讲，个行头包上去，一化妆么是不得了，春梅海棠2个窝头，那一化妆像国去经的当扮嘛，搞你像我你死脱个小家子。季小姐，那你自家青铜镜里照看呀？这个仙女无犯哇！
娘娘辣辣镜子里向再不真个自家夫人都是家子，家真是鬼面蓬头。那现在一打扮，你看呢？叫啥看见子啦，触景生情。对两屋头妈妈，你都真的当上我乡下人了。我屋里向是何出生呀？爷娘家做过的，我家也是做过的。我男人现在叫林子文，实际上向姓上叫上子文，是上高将呀。上高将后辈不了几人所爱，流落山林村。现在看看青东京里向，我得恢复至原来的装束，像个相国千金。想了这男人了啦，给了里向去有望过世，心里向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难过。但是再来，眼泪不让流下来。不懂呀，还是心意上长了难过啊，旧衣裳舒服啊，那我都不开心。小姐啊，这眼里玩，还是小我的，等那死的辰光，边挤边捅头皮啊。像小奴才，边捅头皮还哭了这个，不是的。三个妇人在那等着，小姐啊，到底想去见三位夫人吧？是。眼睛上过来嘛，眼里一，女儿见三位母亲。罗守贞打进来走两步路了，到夫人进来，说是小女人，八福路人上朝的。小姐从的辰光，老实风气辰光要温顺了，走两步路，乡邻人要发路，清唱。像同样对那个要有功啊，那勇壮一般，他分第一支吧，生拉下地无有么基地扎了出来接着玩。一枝花纷他原该一块黑一块白，这个农户地里买不这个士兵玩。也是个嘞，谁不把那个黑布呀，吹得来快点，哪能个金子来不及走？现在我看上去还是经理下来的。没哈子，还是大个不进来改。总是哇，还是王清国去写家哇。那么东西的问题想要个技能，别家没法为过。现在到这里我都结果得了呀。你别说过，是不是也别面对呀？我的要别面对，是吧？你这不是面对的呀。到头门口嘛，张忠谋官，六龙金宝四个门龙两相在列，大门当当开，压声水动，炮声沥沥。我的灯牌哇，涌到头门口嘛，大家的目光看得没有？他的。手摸对了个地方向，来起来热混了人，想不得什么了下头的呀，谁往谁头看？哎呀，影子不个来，猜没猜得来？人家不来个人哇！不过想想哪对个？总归你下头去三家呀，对，凑不起来三家等下头来是。哎呀，你看见门上向那，哎呀，一个干活不了。哎呀，个张忠今在北浪哇！4人吃啥饭当啥谁？干活部什么了这个门口，身上下把手也飞出来一关，飞到3条身上下会来谁个啦？没得完。张忠，妹子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个人啊，是个越吃越走在啊，莫羞羞，对吧？今在第3条来2天的了。我晓得的呀。你晓得个？我们不是打开正门在这里等吗？打开嘛正门的，干活部守了门口，身上下我做的也是3条来子嘛，也推家。这个女人有神经病的，你神经病的，干嘛在那门口做？刚才被我打下去了。把谁锅里去？回来。哎，罗根棍子也来的。哎，我们小姐马上进府，你肮里肮脏单单这个地方还不跑开啊？是，不就又要打了？我有娘娘一下，一眼打着，一本正经开子正门出来这3条，看见这3条也赶过去。那么寡人不吃眼前亏，打里5杀路手头，等到来中国来子再说。娘娘眼睛上立起身来嘛，最大对面稍微有一点点，这样下头把臂也杀头的呀，身体受病。老中国出来的啊，姊妹们，哎，老爸爸，你们倒快得很呐！哎呀，没怪这话，这3条没有快点，你是动作叫我说撇的嘞。今朝运动性说干，好。哎，谁叫你？门口这个乡村妇女呢？啊？这个干活子，说话当心，这个人呢？干活不？哈，不能张忠狗头这个。那么也是啊，你本身就狗头的呀，有个为好，老婆娃弱的，那么小姐太太官帮小姐抓住点面子，
他虽是我家妻眷。什么的？这个李虽是你三家。根本你拿这地方说给你。好生大胆。阿姐啊，谁是你？说你们势利的嘞，干活，把什么便飞出来？谁是三家？几三家？现在我们的小弟只晓你们这辈丫头凭着势利得很，得你乔装改扮，私托你们的。真的？哎呀，也是，并发你。为两个我的到小孩子都到上当了。哪了？那中国人硬扎的英文，妈妈的。比较不比较日文，还分听几个文。哪了？最近我都用市场采访，他们不写家采访我的贵州上来比较了，还说的这。还有个势力部分我的改买起进到给到了，这特别城门海大，原来是小家旁边的幸福，自家小家死特的呀，那个计算这么蛮好。那么过来夫妻来，现在辰光上来嘛，张忠莫关急，要进去我去办的。张忠对三高的妈妈帮帮忙。好的，你身材上都差不多的，对表站起来，让你看不清爽，混得跟么混不过嘛，一人总是一人当。自家的打上来，小队在上是个门童，口头请安。对起腿来，也喜欢带队了呀。小队在上，我们不敢谈头。明儿登带队，不能谈头。还有的不能带队的。是。我谁是例外？靠着我一棍子打下去。那么阿爷那里斤斤计较，个当然三家不为，但是我讲得也讲两声，相夫呀，你还是俺势利的，真叫得罪我，得罪这病嘛，对丫的名誉不还听过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家里很穷，从小就没有名字的。也是了，穷得来名上不个，血压后事。我的得你讲，谢家。你就拿学教育来说，不理哪位公管？是，你叫张忠呀。小弟我再干完事。张忠，下次不可。这中小家好了，下次不可呀。下一讲，那么忙着理想来，给我盯着个老妈，你可今朝农先说的呀，还要碰着谁发一群狼狈，身上我又出群狼，血气白白呀。哎耶！给我盯上挨脱个人，现在辰光可以打上来，谢家请安吧。是，女儿开基知府大人。为啥这样狼狈？为啥碰头三方顶下在门？现在小西西，几女儿，相杀为父了，来。罢了，对，几个三位娘亲，三位夫人说对，三个才是娘嘞。即三位母亲有女儿杀礼，大家过来拿里夫妻来关照亲手嘛，一手手定关照底下的人先请我，并且再派来老中古登班，哪个谁来打个头？还有户外家将包括厨房间里向统统晒出来，听到了要全部听到人的嘞。老头现在没得几岁的，可对，请我啊！娘娘那么弄不落，谁让声音举了个地大下呀？根本没啥弄不落啊！罢了，小弟，说通兵去。走，小弟稍谈片刻，要闹去谁我来？哈哈哈，开心。来的要把这看见小家，旁边只来头。包不做么个？实在么深山过台湾门，要进大军忘记他个呀！你像一个渔民，一个抢渔民，包不做嘛是看不起。中当之小家乡下的来，穷不穷规矩大蛮大个，总归送点啥个礼物来个，毛毛过往呀。大概不总归鸡蛋啊、炒米粉啊，对吧？那个么子，打进去吧。跟你门清爽，还专门得过，在来老里旁边总管理。来的打来的一多跑嘛，老手正要沾水不是我个，来的已经走之外了，你就这门的也不就前门。当，这门而进，对进来，对到大天津王镇，听到来嘛，东家什么了？固定人也是想调四张盲包，分第二小，诺大为要什么在中间，不比三只靠板与三位夫人，固定人老婆三个的，
说不定不叫辰光，对对，计划情况按我杀几伙人，那还几句这个，大家身体好吧？配对两句，然后就在来面放桌地上一摆，肉肉呢拖上去，小上来，哈哈！恭喜相爷，贺喜夫人，我家小姐来了。啊，夫人也要好个了，对奶奶妈妈说的来婚头个噻。侬在家洗头这一年多都是三条来着，也没得把那个出来哇。此话怎讲？要紧讲出头个事，哎，分讲清爽的，不是旁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小姐，那是机器真到了。哦，机小姐，那么机能啊？对来侬你妈妈你啥辰光人个机能来着？哈哈哈！够令人开心。哎呀，想不到侬我的心我下来的，根本说我分讲我是够精神了。我这是心够慢慢就要进来干。你哪晓得我身份呢？他觉得奇怪。来了，你牛肉拖上去，看他工作不错，讨一讨好。讲不讲小听，清明人那个公王路，因为我外祖来了，清仓等我马上手头动身。你男的事体来不及讲本多听，现在我人家刚刚手顶来等个，嘿，还有我不个男的死脱个男活龙活鱼，哎，我隔壁你死脱个男多壮，福星啊，那好，碰得33天，冬礼貌，温柔大方，样样都好。老老的在半边听说是啊，小姐不错啊。这来要紧拖上来，上门那为礼物。是啊，小姐果然小人。鸡蛋炒米粉，想必是这些东西小金太师，大概个点么子，么子向我头来，一般再是臭么子嘛，千里送我们呀，礼轻情分送呀，旁边我头跟了一些啊。哥哥那不开心噻，你多少是亲事啊，看不起我个男啊，意思当中别家伙鸡蛋炒米粉啊，神相夫呀，送我做么事来？干么一家今朝男抽子上门，让个被窝头等白发过带男手里，表示我欢喜的，我得冲的，我慎重对待。人家人生一代代送得来，我关照还出去。今朝鸡蛋，我关照一品王凤大夫人亲自我来收。慎重对待，我们这家之主，我表示欢迎了。我对别人不够势利的，我能穷呀。大夫人，老相公，人一番孝道，是啊，时日不易，你要亲自水下，少劝老夫要吃的。来了，你咋面孔给本正经那口呢？是起么老夫也吃对了，晓得该咱不你别失礼。哎呀，老奴人啊，你也想得出，你们还为了失礼呢？杜夫人慎重意思么大，搿咋来这大水里？因为上头有块布做么了海呀，还是很居心，稍微掀开一点点一口嘛。好，哎呀，好个了，这个鸡蛋炒米粉，里向2只鱼饼呀。哎呀，像农村讲你得落水了海哇。那人家刚刚来不2只鱼饼已经偷出来个这家，哎呀说错，各种老夫人啥个资格了还，老乡要一直不开心，死他这个男的，那现在好不容易技能上门里开心的不得了，去说错这个面孔好像落不落这个，老实讲一毛一个开心也不容易，各种鸡蛋炒米粉嘛，一份啥个名贵么子，相府里家一几货，等一些3、2只水土鸡蛋带不来了的吃。老男人开心啊，技能送得来个，上头也不记人个了。老相公，果真是鸡蛋炒米粉，都说他，这个不记得自由赛的还个种。水下，那么关照老中国，希望该准备故意，打开正门，为处处当当，隆重礼节。关照挑选30个下头。各个农庄员们叫叫跌跌，面孔瞪瞪压压，打开正门，这小姐进府，拖就那是不得了。关照门廊打开正门，去过是要处处当当。关照厨房给你
准备下菜，关照中国了，他不挑选30个卖相。面孔也别煮个，到外头去小家，俺来不及一张面孔挑，那么了，中国了，他不深度大家看吧。像富郎几小家来的，关照接待，面孔也别煮个，自家有手，自家张面孔挪当着走出来，有种面孔不要出来意思。红山鱼面孔叫为西瓜子面孔啊，吃不了起面孔嘛，自家有手，不要出来。那么有一个人问自家没等样个，最上前头；有一个人问我不知道吹吹手；有一个人问我晓得阿不得个。勉强吹拢30个，啊什么？今年60岁，以为等我做谁个？后来那么只好做饮水的。我一想今人不够实。这老奴妻子把谁命对，我这去的白夜里放苦事，我要恳求妻儿真把大恩光了。那么现在定要求，不要要么拖，要么接得来马上举下来，现在总要问一问。请问于你，怎样认识相宜，怎样待得律己，讲得清楚吗？老奴即可通报。兄，娘娘想为何？吐，看子两句了，留下来门在，这不吐两句，不就是那一嘴里吗？那么这个3我这个8切给，你门单总归讲得清爽。老人家，坐，欲速不拘，立即听令。老奴洗耳恭听了。真身的模样啊！相遇们，
得相信，心里向马有点揪着，余生光得大地的，相依们，唯一得真的呀。哦，他礼上是滴滴马背，我看得见。对老奴一看，一起看来。那么双水要进去过来了，东家的么子看到昨日退缩，丝毫不错。像也讲个，凭肉肉为凭的，都要打进去。有时候不要哇塞，特不得了，套一套，大声规矩。现在是吧？公主既小既灵门，老奴过不得清。哎，罢了。放在老奴是干事，总要小鸡开恩。遇到是不知罪不认的。东西。若是不真，为男人临资本欲望，像行乞要贴盘缠的高上，想不得几也是固定人，搿不到门廊下嘛是蛮便当嘿，想隔一道门啊，四栋繁荣山，这段困难，门廊疏离，为吃生活，现在跌到地上嘛好到痛哭，大门紧闭难进去，来个老中国。中国的爸爸神像受得嘛，伊阿没一个上来，开箱么受的真理啊，神像个种四千吨板啊，40吨板，不要吐晒脱，都远远为相符，到了，听见哭声也啊，一毛么相符门口，大概讨饭，隔壁位置来了呀。我这来的，啊呀，特别那特得人相夫，特地过来，等你讲自家人进出了，最出门的不最入门，特地过来，哎，你这个乡村妇女，怎么在相夫门首哭哭啼啼呀？是，娘娘一口没来个来中国，哪晓得么？从前。少得娘人，则少得娘衣裳，清清爽爽。我的是谁？女里相夫中国。把他适合外语，晓得我来中国，我汉语我也看得出。是啊，相夫门首，怎么允许你哭哭啼啼，身后推一痛？老人家啊，我有事情相夫，责任我家继父。能让人非得不去通兵，反而将我打脸下来。所以在此的可呀。这两个门上人来盘门的，这不难嘛拎不清。
你要追追这门玉门，等那大门口个，搿门廊发作新官，你高兴伶仃的进去，不高兴收着，但不人家做啥？相夫老人都蛮多个，搿么那个公王爷们，或者做点啥个，还做些厨房间的厨子师傅，还做些花园里向种花草个，我来帮帮你忙吧。你的干部信任民罪，祝贺差事的。谁是老相爷？痛痛！我说，好，好，来了，像发人证明这个头颅像的，开头红毛，哈气大不服着你想呀，吃的挂的，有些的哈一来，想啥子？手浪东家等我讲起，小林镇上人家是一个古王奴叫罗守贞，刚刚手浪起来辰光提醒我，叫我明早去追一追。好，阿位那就是纪小姐，不可能这样别叫，我得刚刚忘记脱。那如果是小家的不得了的，老长的灯子呢，相依神真与我。豪门怎能猜？是他好比其实容对，是他好像一的亲生女，刺痛一谋受身的伤疤。这张面孔了，等于死脱个小姐，我认为。那么到底是不是我们纪小姐嘛？我看面孔。你刚刚升到的对发蓬松了，那么牢牢的当作军人，要忙你吗？给我擦一擦衣襟，向西开，真好比。我家风筝小子的亲儿几个面，也好比么家事为文，他上门来。那我讲，小姐怒气之人有谁个？啊，老地话人好在东家小姐俺高头上拖，还来拖一把个。我自家晓得，想要生活好，从来跟我分别过错误。